繼第二圈 Game 4嘅 buzzer beater 之後，金塊前鋒 Aaron Gordon 又喺第二圈 Game 1上以2.8秒射入奠定勝局3分。Aaron Gordon 出身自籃球世家，爹哋 Ed Gordon 曾經係聖地牙哥州立大學嘅球星，所以之後佢嘅仔女都跟住佢着32號波衫。Aaron 2014年加入 NBA 嘅時候，曾經喺魔術着過00號，寓意係由零開始。不過佢喺21年3月轉去金塊嘅時候，就改咗着50號波衫，用嚟警醒自己連續2屆花式入樽賽攞過8次50分滿分都要屈居亞軍嘅慘痛回憶。直至舊年5月30號，佢哥哥 Drew Gordon 不幸因為交通意外離世，佢先至再着翻32號波衫去悼念佢。呢個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義嘅叔仔，因為唔忍心睇住阿嫂獨力湊住3位小朋友，於是乎將2個細嘅攬上身。自從舊年9月帶佢哋嚟到丹佛翻學一齊住之後，就由佢負擔所有嘅費用。大姐 Jaden 雖然跟住阿媽喺新墨西哥州，但係一放假亦會一齊過去住喺阿叔度。呢位俾金塊現任教練 David Adelman 譽為 NBA 最具效率嘅球星，原來潛伏緊一個好大嘅隱憂。今季令哥頓缺陣31場，以及9場以後備上陣嘅右腿傷勢，原來一直都未好翻。Adelman 教練仲話，哥頓每一次爆發其實都係有危機，令到右腿跟腱進一步撕裂。佢講現時嘅傷勢嚴重程度，如果比着常規賽已經一早要佢收斂，亦即係話哥頓而家每場比賽都係忍住同佢打。想知道更多 NBA 得意消息、股際嘅最新動態，請馬上關注 NBA Outsider 以後 Be Basic HK。